万佛百僧，명해산강太跳呀自强，天空不分模样，乃神梦做英雄，强雄树下脚条，蓝蓝一条下，关心随意，插脚踏，地比天条。各位同仁，欢迎大家进入我们劳动检查处这个大家庭。在所有的职前训练开始之前，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什么叫做劳动检查员？劳动检查员就是一座沟通的桥梁。我们沟通的是人与工作的关系，我们协调的是人跟人之间因为如何工作而产生的冲突。我们虽然没有司法的行使权，但是我们被赋予监督的责任。在法规的保障和行使之下，各位将来一定要排除万难，达成劳动检查的任务。在搞我吗？一般我们外出劳动检查的标准作业程序是向资方说明来意，主动出示检查证。你好，你好像很面熟，请问你要找谁？上个月我有来过，我是劳动检查员，我叫何云泰。这是我的检查证。接着，再请单位派代表出来，拿出资料受检。顶一摆来，你嘛是摕一张呢。老实讲，唔知影你这张证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可以给你劳检处的电话，你可以打电话过去确认我的身份。他诈骗集团的交手，你唔通想讲我唔知影呢？这电话哦，恐惊嘛是假的。张先生，我知道你一向都很抗拒我来劳检，所以好，我知影，
我念要出去，喏。我工厂哦，真无用，即摆你赶出来，拜托你莫过来烦啦，你赶紧出去，我无要听你5、4、3的话啦。张先生，我是依法来执行职务，我再告知你一次，不愿意配合就形同拒检，如果拒检，我可以依法开单的。开罚单，啊，无你即摆是咧强压我呀？我不是在恐吓你，我是在告知你必须配合我的工作。上次我来要检查你们出缺勤记录表的时候，你说不方便，我请你们把资料送过来，你们又不配合，所以今天我只好再来一次。你今日来哦，同款是无路用啦。负责出开关的这个小姐哦，请假无来啦。请假？又请假？那好，请你出示他的假单来给我看。都伊临时打电话来请假，要哪有请假单啊？既然这样，那我改查薪资记录，这样可以吗？管薪水啊，是阮太太咧管的啦。今日嘛，无伫啦。请问你太太现在在哪？你足奇怪咧，阮太太去倒位，跟你什么关系啦？我只想知道我会等多久。可以麻烦请你打电话给她，请她赶快回来吗？不管多久，我都可以坐着等。甲你讲无伫就无伫。好啦，你要等，互你去等啦。规定咯，我今日无闲通去陪你啦。张先生，如果你再继续不配合的话，根据劳动检查法第35条规定，无故拒绝、规避或者是妨碍劳动检查者，反正他罚你3到15万，你也不怕就对了。既然这样，我现在就回去开单哦。我现在就回去开单哦。你讲爱我，情我，用爱我哦，用故幽默。你讲爱难，多难，你用爱难哦。各位将来实地查访案件的时候，一定会碰到很多棘手的困难。将来大家一定要胆大心细，勇于承担，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劳动检察员。我哋干事去同我请拍，免我哋甲他警察听公法。不过，以前神凶，我应该配6万5，根本就系杀人叫叫。案叫80万呢，都唔顺气，因为本来拄到案都唔配合路检一条街。先生，你不坐吗？请坐。你的生妹很难有问题啊，很唔使水啊。你干嘛？不要吐到我身上！你吐到我身上！你吐到我身上！小姐，
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又怎么了？小姐，那个女朋友大白天就喝醉了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可以麻烦你开快点吗？哦。不要吐到我身上！啊！吐到我身上！你吐到我身上！其實要揾你啊，竟然諗住鬆佢。哎呀，今夜發生那個事啊，還用寵我英雄啊！小姐，哎呦，你终于醒了，他感觉怎么样？他们哪里不舒服？没事啊，只是肚子有点饿。你可能太累，又没有吃东西，你血糖太低，这样太劳累，所以才晕倒。那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这个。这是送来那位先生留下的名片，手帕也是他的。因为你身上没有证件，怕事后有需要联络，所以我们请他留下联络方式。劳工局、劳动检查处、劳检员。吐在我身上。请问一下，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啊？他说急着上班，所以先走了。上班？歹勢，我你總共改變大部分誒，我一行人不總公司哦，上網有請來。先前法航公司員工發通嘅2002年太陽行抗議超時工作，經過為10公年過後，現在冇看到法航對薪資圖有正面嘅回應。桃園市空服員正入公會同法航勞資打下唔上，今天針對法航其同空服員嘅罷工發通。醫生，大魔王開殺戒了，你給我轉來了！唉，完蛋了！司機大哥，可不可以拜託你幫我改一下時間？拜託拜託。哦，好。医生，牙伤爽吧了。啊，这个那个大魔王开杀戒，你要先动手吗？那你等一下。那你先动。哦。
你们让楼管怎么去向厂商交代啊？啊？差价你们补吗？做美工可以做到这种错误，我真的搞不懂你们脑袋装的是什么东西耶！啊？办租科让你们过太爽了是不是？如果不是楼管跑来跟我说，我真的不晓得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发现 DM 出这种错误。我之前在楼管的时候，我就不懂，我们每天这样拼死拼活拼销售，老是有人在那里给我们扯后腿。我来到犯处课，我终于懂了，原来这里呀，全部都是饭桶，全部都是笨蛋。周年庆，在我们公司全年业绩的营业额几乎是1/4，让你们好好的办活动，印好 DM， 好好的增加即客率，有这么难吗？科长早，不好意思，我早上去拜访厂商，所以迟到了。都几点了还吃早餐呢？我都不晓得你是去摸鱼，还是摸鱼呢？上班时间给你们自由，你们就方便当随便了，是不是？让你们有责任感一点，你们就通通都没有纪律了，是不是？科长，对不起。好，现在告诉我，23000印成2300，这个 DM 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处理？佩妮，你说怎么办？啊？科长，我有办法。说。等一下，就把还没有发出去的 DM 全部回收回来，一张一张的重新标价。我会再去请厂商印过。虽然发出去的已经很多了，不过我会去跟寝具部门楼管道歉。特卖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到柜上去 stand by， 跟顾客解释，这样可以吗？不管可不可以，这个纰漏啊，是你们捅出来的。公司要是有任何的损失啊，你们都给我滚蛋！大姐，DM 起捱負字咧，結果日下去到睇價。唔怕啦，公益來顏面唔錯啊，因為我收嘢時節有本外看。結果咪冇檢查到，反正一下想辦法補繳出去嘅，啱背啊，搶下夾板，諗唔衰啲嘅，改過嚟。來，唔過大早捱送來去幼稚園，先生講有小朋友踩到重片圖，搶咗啲上班嘅課，故說。安尼唔怕啦，我來之後。失望。你真正經清排泄。哎呦，你還起碼嘅呀？大丈夫。刚刚大华加工厂的张先生打电话来投诉你，说你执行勤务的时候语带恐吓，甚至还砸毁人家办公室的财位。我没有。我知道你没有。要不是惊动警察，调阅办公室的监视器，证明你没有动手，你现在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你。你看看你，为什么连出去查个案子也可以把自己搞成这么脏呢？组长，那是因为我刚快要回来的时候碰到一个女孩子，我不认识她，
结果他就……你不会把人家女孩子怎么样了吧？我没有。算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为什么你只要一出去就没好事儿呢？啊，何英泰先生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组长，我真的只想认认执行好工作。可是那间工厂我去了2次啦，那个厂长就是不愿意配合，而且态度很差。我告诉过你多少次，执行勤务的时候，不要跟事业单位硬碰硬。我们啦，做人要圆融一点。先柔性劝导他改善，如果不听呢，我们就依法检查。如果有违规的事实，我们就罚钱，照程序走。以上，你是哪一点听不懂？可是那间工厂之前就被罚过很多次了，而且现在还用各种理由来推脱拒绝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别人都能够处理，就独独你不行呢？来，你告诉我，你到职这1年来，总共被投诉过几次？12次。别人在这里上班10几年都没有你被投诉的次数多。先是说你态度不佳，现在连人家办公室的财位都给砸了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不是我。你是嫌我们这一组的事情不够多，是不是？啊？除了专案要处理，每天打进来的检举电话我们都接不完，还有外面的新人我也不敢让你带了。你可不可以让我好过一点呢？你是约聘人员，你一定不清楚。如果你的投诉次数太多，也会让我的年度考绩变丙等，你知道吗？你泡芙好食哈？我顶唔不来报道啦，我初检进来的路上贴片买呢，尽量是，唔是哈嘻哈。陈皮，安子噻？哎呀，下礼拜有乜咁唔掂嘅事情，唔做尽量问。因为路检属于个大家庭，大家就会叫我听书嘅嘛。是啊。对新人唔展现技力，使用温情出卖人心，对公家单位是条路。就算是药品，薪水1分1角，都系纳税人的辛苦钱。上班的时间是点心、打水鼓，按用对系自家，让纳税人么？前辈，辛苦了，要不要一起吃泡芙？泡芙里面的反式脂肪会提高冠状动脉心脏病发生的几率，因为肝脏没有办法代谢掉这种脂肪。所以这种食物，我不想吃，也不想谋杀自己。阿健，来，我唔記得人唔講啦。你何英泰哦，嘿，你路檢處的怪人啦，唔是賊嘅啦。來，是，好事就盡量食哈。好。冇乜嘅。做一个守本分的公务员，就会伫下班之前，让所有的工作完成。根本你就多了，你冇对不起国家。老检处你好，我何英泰。喂，请问找哪位？喂，加何英泰
这多毛树上的天花，都有看到哦。是啊，听说唔知有啲什么嘢啊。啊，老唔讲啊，连何英泰啊，因主总对佢啊，真烦恼，真头痛啊。啊，千万做唔得老给中央啊，对冇？对。你，下班时间满内都是你。本来真痛苦的，就喺伫上班的时间做观察，伫那种时间做观察，等于要输爱命。劳工合理嘅劳通条件，将迄本企业政府嘅统理啦。又着有设施嘅富人家，成功喷嘅香水喷下来就冲DDT。高中生嘅出汗酸，会本片段嘅消停。很可惜的是，拄到硬打出片，手真紧，真紧将迄本鬼打到咧。不好意思，借过。啊！我讲呢。爱关这老年脖子35公分的气力，然后老年肢体接触，骨素里爱看见掉诶。哦，为什么我就是考不到驾照？我再也受不了了，以后我要自己开车上下班。阿婆，为什么鞋子要乱丢？哎，银泰转来嘿，唔可能嘞，我家下当公道唔就转来哦。哎，你跟谁讲到我了？跟我的网友啊，哎，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直播啦，那同网友打一下招呼啦，拜托啊啦，来啦，看一下啦，也就是我亲眼到的孙女。阿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鞋子脱了就要摆好嘛。而且你今天穿那么多鞋出门要干嘛？啊，我根本要出去洗白啊！阮洗身无同样的衫，当然要阮洗身无同样的鞋啦。来，好了啦，你不要再拍我了啦。好啦，洗一下啦，你安用哦。还有拍摄哦，阿孙呢较强健手啦，哈。你看，那个鞋，其他我你看。摆到暗江哦，摆到暗层。啊，家里怎么会有股怪味啊？哦，我啥唔记得了，我都个剪五个啦。啊。阿婆，我不是跟你说没事不要进厨房吗？哎呦，今日就想我注意传饭本事啦。市长清楚灯号显示空气的污染程度，随时把握空气品质。家电终于来到新的境界了，能够目睹人类运用智慧、创新科技，提高生活品质，心里就不由自主地觉得感动。只有在这个时候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才会觉得活着真好。
我真的太幸福了。英泰，爱弟唔忙衰啦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正在忙。我想要问啊，下个礼拜平爱去客山好吗？两三妹好出去行行啊。你明知道我不喜欢运动，不喜欢流汗，你找你朋友去了？哎，俺用无健康，阿婆会笑你嘛？除了上班啦，其他时间全部都对付卡，也唔出去交朋友。俺用会交得到朋友呢？阿婆，你知不知道，恋爱是人类荷尔蒙在作祟？根据日本两性专家，他们提出的恋爱公式，一对男女从认识到交往再到结婚的几率只有0.24%，哎，这就跟经济学的沉没成本一样啊！一旦分手了，所有的感情都会化整为零，也就是说，阿婆，你不要再演了，你这样子假哭不累吗？哎呦，咁爱无按用演，你就唔会出来啊！特别爱演也出去做本团队，下礼拜啊，我揾拍出来。好了啦，很晚了，你赶快睡觉。我还能讲完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刚刚直播哦，那个网友啊，在上面给我按很多的赞呢。他们还说你长得好英俊哦，他想要跟你做朋友啦。我没兴趣。我发忙讲完啦。讲正经的，你要去本医生看吗？我为什么要看医生啊？我又没生病。去看啊，看人个内分泌有失调嘛。让我俺唔好出去交朋友呢。我记得寒舍时节了，一旦印象诶，看到你就会喊，俺会对大家面前表演唱歌诶，这样时人黑话哦，讲到真好哦。不过，等读小后的时间，你爸同你妹离婚啦，你就变得乖乖的，连黑话也唔同阿婆讲。阿婆，你哪里讲啊？讲乜嘅？爸妈会离婚是因为他们感情出现问题，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有问题。I'm off。你要到谁你能用安阳了？哎呦，我对网络上听那个保养品来的哦，你看一下网络哦，听东西以后哎，6小时就到位哦，俺也很难来送了。阿婆，你的保养品已经够多了，你不要再随便网购了啦！真是的，这些仓储货运司机，就是有你们这种消费者才会过来，我是不知道。哦。医生，我要小腿嘞！天公印尼大作，让行爱主持发通，歹势啦，做得，该先走。什么？很老爱听说到暗呀，从一眼来，你先转。虽然唔系第一个启发，不过也系未讲出问题呢。飞机用做得老问题标本。自家转去吐生意的喏，见面无奈何啊，有家庭有生有爱吐诶，爱上有问题，你先转啦。有鉴于大家上班时间懒散，明天开始早上9点准时打卡。饭助课给我通通动起来！大魔王有偏哦。哎，天
做迄眼根本一摆风冲松，还多太假，太死啦！老无关系，迄其实是变态。因当年加班倒班呀，只要是9点后拢来打卡，唔免来遐跳路反钱，来做就老给 fire 起来。啊，周年庆购台最后呀！哎，生意没问题啦，你先赚啦，你是小爱。OK 好。OK， 也真紧先走喽。赚。耶，拜拜。拜拜。很暗走呢。你搞个大天发，老给供什么？请到嘞。我输给好吗？田公益个大天发，去办公室好嘞。老将眼，有没有一条路啊？阿婆，只要我准备好咧，我出门上班了。为到无爱老人家，初天伊用公差去公司，迄个答应个小确幸，行到特别嘅街路风，毋是老人接触嘅感觉，实在很好呢。法國同恐怖嘅最正標準工資糾紛打下唔打，而恐怖嘅結合為拍鼓無謂打票嘅結果後，超過95用錢拿票按到係真正拍鼓，得到為合法嘅拍鼓權，任係總法定國頭幾擺恐怖嘅得到拍鼓權。恐怖嘅共比韓國。你看哪？哦，我咪講吼，也愛控制吼，你嚟睇好個位啦。當日吼，哎用那個講，就上電吼，我買那個包包啦，那個保養品就賺錢啦。你看，也有味道，那個我去桃園報道，就去抗議，我講我罷工啦。哦，做戲啊，唔看啦。我炒的生意呢，最有糖的色，他个行业就拍工啊吼，也下沙也就变到浓高高的哦。那迄时候吕总一摆出去了，伊像迄炒法红呢，迄讲罢工，比行情唔比样样个啥？大哥，你稍等一下啊。爸，有人帮忙，上唔該。哎，九姐，阿蘭醫生有冇上班就賺了做乜干哦？哦。佢從安部加班冇轉來啦。哈，我辛苦了。謝謝。馮醫生，唔係啲好轉哦，數據咩唔正唔一樣嘅啊？我唔講過誒，我啲公司加班啦，冇喺講嘅啦，我等下喺做公司。等下，唔講乜嘅啊？唔按叫做冇好好去困嘅，從安部好呀。根本也有行可以。醫生啊，你們唔好按錯過，衙門為到嘢事情哦，草案不歸家都冇所以呢，馬上去用按人哦，讓身體都會掉呀。冇事啦，有那個事情等我下班做馬上講好冇？我先送去了。
哎，唔可能摸的啦。枪啊！你干嘛偷呀？用来好用啊！哦，迄只甲讲深岛跳路去上网大兵的啊，加班咩迄只甲学的啊。哦，姐，牙痛我想我进前的喊两球海，你有可能天数拿到号码牌无？通讲台湾枪粉变得100爽呢，真难拿到呢。做对无？王医生，你有谈来讲法吗？我现在先不规矩，你要让你们个主干呢？要不是你那帮我唱风文的。好了，这以后以后了。哎，我要给你看眼镜了。弟啦。哦。安子生呢？哎呦，要不开茶哦，真好哦。有晚上来本来抢市茶了哈。哎，对了，俺家就这哦，你是走忙哦？有啦，刚刚都有事啦。唔免洗人茶，昨晚不会没睡呀？有啦，有睡哈，买父母多啦。什么，你先落去哦。哎，依晨，呀妈妈讲吼，要不要百货公司周年庆？你在附近热闹。让我按强咯。头摆特殊的时节吼，半工半读，也要做暗号的头路哦。有嘛几好，伫百货公司做插销，无限都要死。下礼拜啊，做无水都嘛几忙的。哦，讲到暗难谈，我也冇个三个汉将暗强哦。依晨，人家周年庆吼，啊记得咯，有要个好空的啊吼，啊同阿姨讲哦。好啦，冇问题啦，我再拿点送来哦，我先落去哦。妈，叫阿飞唔要哦。哎，这家都无时间睡梦的，还有嘛紧啊？叫飞嘅啦。哦，哎，搞太多的时间生意都唔冲来冲去的啦啊！下班做都赚了点冇啊？对。哦。关于今天我们例会讨论的事项，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各位现在手上有几件检举的案子，就麻烦各位来处理。初中了礼拜都唔本爱安呢，嫌迄位人懂爱。何英泰，我记得这个邓财兴保全员的案子，你之前处理过，怎么又来检举了？哦，因为这位邓先生在半年内连续申诉了好几次，主要是控诉他们公司让他们过劳、超时加班，并且没有给付加班费。虽然他们的公司是在我们的管辖范围，但是邓先生已经被派往其他县市工作了。我有查过，并且确认过，他所在的县市并不在我们管辖范围，所以之前我就把他案子转接出去了。我知道了。好，那这个案子的后续就交给你来处理，好，就按照行政程序来进行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散会。是的，邓先生，目前资料核对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那后续关于转介的部分，我也会帮您处理。老外嘅案的全部面，还唔系用空用的方式处理。何英泰，你的包裹。谢谢。
府派来的路检员系谁来的？你是朱茵，老大魔王，你得对。是你？你知不知道？你那天把我害惨了。无知道，佢来到庆都吼，唔知系马上去检举的。但是老检员会跑到公司来，那代表说我们办公室里有人去检举我，有人当廖北亚出卖我。你会帮我吗？走心跳我背，你跳啦，根本应爱去，爱为做事，按做 everybody，爱开用笑面我。